陪你讀神嘅。1月19日，陪你讀新約馬太福音13章1至23節。撒種的比喻。當那一天，耶穌從房子裏出來，坐在海邊，有許多人到那裏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眾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對他們講了許多道理，說：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撒的時候，有落在路旁的，飛鳥來吃盡了；有落在土淺石頭上的，土既不深，發苗最快，日頭出來一曬，因為沒有根，就枯乾了；有落在荊棘裏的，荊棘長起來，把它擠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裏的，就結實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聽的，就應當聽。用比喻的目的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：對眾人講話，為什麼用比喻呢？耶穌回答說：因為天國的奧秘，只叫你們知道，不叫他們知道。凡有的，還要加給他，叫他有餘；凡沒有的，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對他們講，是因為他們看也看不見，聽也聽不見，也不明白。在他們身上正應了以賽亞的預言說：你們聽是要聽見，卻不明白；看是要看見，卻不曉得。因為這百姓又蒙了心，耳朵發沉，眼睛閉着，恐怕眼睛看見，耳朵聽見，心裏明白，回轉過來，我就醫治他們。但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為看見了；你們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為聽見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從前有許多先知和義人要看你們所看的，卻沒有看見；要聽你們所聽的，卻沒有聽見。解明撒種的比喻。所以你們當聽這撒種的比喻。凡聽見天國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惡者就來，把所撒的在他心裏的都奪去了。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在石頭上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當下歡喜領受，只因心裏沒有根，不過是暫時的。及至為道遭了患難，或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荊棘裏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後來有世上的思慮、錢財的迷惑，把道擠住了，不能結實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聽了道，明白了，後來結實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